提示：開始任何工作之前，請遵守規定並隔離設備電源。鬆開前蓋，取出過濾網及卡扣，鬆開外殼及電器箱，移除水平道封板並提起，確保電器元件喺清潔過程中唔會淋濕。而家可以將圍兜或接水袋連接到設備，確保已經安裝牢固。排水管位於廢液容器內，魚線圈及蓋板上有大量污染物。繼續操作前，請使用 HEPA 吸塵器先將其清潔。用溫水將 AerisGuard 室內盤管清洗劑以1:20嘅比例稀釋，分解生物性殘留物並安全地攻擊及清除所有有機沉積物。呢個過程可去除生物膜及其他污染物。將已稀釋嘅清潔劑均勻塗抹喺整個線圈表面，並靜置15至20分鐘，以消化生物膜及污染物。AerisGuard 室內盤管清洗劑無腐蝕性，而且完全可生物降解。喺煤正在積極清潔嘅同時，而家可以開始清潔設備外殼及內部表面。使用 AerisGuard 表面清潔消毒劑噴灑外殼、過濾網及內部表面。過濾網需要單獨清洗，擦拭或沖洗呢啲部件直至乾淨為止，確保表面完成消毒。盤管及線葉而家可以徹底清洗，徹底沖洗乾淨線圈及線葉，同時注意控制日流，一直沖洗直到流出嘅水入面無顆粒並且乾淨為止。清潔後沖洗乾淨冷凝盤中嘅污染物。而家可以使用 AerisGuard 生物活性表面處理劑，以確保長達12個月嘅抗菌保護。請注意，必須喺線圈徹底清潔後，先可以處理機組內部。與 AerisGuard 生物活性表面處理劑相似， AerisGuard 室內盤管處理劑可提供長達12個月嘅持續保護，控制及防止霉菌、真菌及引起異味嘅細菌，幫助減少生物膜並控制產生異味嘅細菌生長。將 AerisGuard 多枚冷凝水盤片劑放入排水盤，確保佢唔會喺排水管附近，可以幫助改善空氣品質，延長機體壽命，提高能源效率並降低營運成本。而家你已經成功清潔、處理並保護好你嘅分體式冷氣系統。謝謝收看。